连续假期，全台各地都真闹热。第二天，全台游乐园人咧吵，主打鼓吹动物的历史界农场，也是讲有刺激飞天车这个六福村呢，弄一个大人带囡仔做去佚佗。啊，像这烟火开甲正水，九族文化村更加热门。讲早起开园较有1点钟，这个有真侪人，差不多几万的游客入去这个内底咧要佚佗。远方赶紧的重要路口，甲官方的粉砖公告讲，这个游客已经差不多8分甜啊，建议讲大家先去别个所在佚佗。现场有够侪人的，实在是真热闹，大家拢想要趁小年假期来遮看真水烟火。不过烟火圣地九族文化村开园无到1点钟，游客数就超过12000人，坐到8成满。园区赶紧伫咧路口踩大地，红一扛棒，小停车场完全客满，路嘛严重塞车，甚至还咧伫咧卖种野铺文，入园的人数有到8成外，叫大家莫来遮耍去别位啦。不过连假若是讲到亲子观光区，都拢是人啊。碰西西杨桃一日出场，大人囡仔随撒着因，冲过甲因耍，都算身悬比杨桃矮一大截，嘛完全无咧惊。后面还有。讲过青出生态农场的新潮历史界，拢是规口罩来遮耍的人多，不管你几岁，拢会当伫咧一片草坡啊挪来挪去。冷死了，冷死了！往目镜到六福村嘛有古水的狐狸雕，不过天气冷死死，伊嘛拢全部密闭起来。伫咧红外线的所在区小，听到脚步声，这亲像好闲的囡仔，甲头探出来看。想去玩激流泛舟。哦，这么冷，不怕玩水会冷到吗？不会，就是天气冷就是要玩水。刺激游乐设备，就算吹冷风、冻甲微微涨，嘛是要来排队，生活够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